我是 David 简廷瑞，我是小安安杰希。开港后我们是 Dears。初恋的话，我应该是15岁，对象是好像是我记得是当时我姐姐的男朋友的朋友。我刚吓一跳，你说姐姐的男朋友吗？不是，还没讲完。姐姐的男朋友的朋友，乐团的主唱，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是带着有一点那种崇拜的心态，很欣赏他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男生。17岁，差不多升高2的时候，我初恋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在图书馆认识的。然后其实常常这样去下去，就是可能都会有几个很眼熟，就是他这星期又来了。然后有一次他就在闭馆的时候，他就传了一张纸条给我，然后上面就会写说，想要认识我啊，其实平常约会也只是去可能公园走走，不然就是外面咖啡厅也是看书，然后喝咖啡，就这样，其实就是还蛮，就真的是很纯的爱，真的超级纯的爱。那一开始没有想这么多，但是后来慢慢的有多一点的相处，就是觉得好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很开心，然后对他会特别有一点害羞啊之类的那种，对，心跳加速之类的。我真的比较晚，因为我国中的时候，我完全就是跟男生，我分不清楚，就是男生好朋友跟就是那种恋爱的感，我不会分。就是每次去图书馆就会想到，他今天有没有来？我就觉得，这样是不是就是开始在意？对，开始会去在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喜欢他？就是初恋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爸妈是真的是已经跟他们快到革命的那种了。我家人管得很严，下课大家会说，那一起吃个饭或是喝个东西，我都不行。去学校放学要直接回家，真的要出去的话，妈妈就问说，你跟谁？然后那电话给我，很紧迫盯人的。妈妈绝对会发现女儿交男朋友，因为好像都会有点不一样，这样他都觉得我是你妈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但是当时在青春期，怎么可能听得进去妈妈的话？是会处在一个没有办法，双方没办法沟通的状况。我觉得我爸妈不太会干涉我，而且其实我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交男朋友，我爸妈好像也没有发现。初恋的下一个，那时候跟男朋友，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同班同学，然后那时候分手之后，因为我就太难过，我就是真是难过到我变得不太想要去学校，因为我觉得我去学校就会看到他，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常常会就是想要请假，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就开始干涉我，就是交男朋友，就开始限制我假日跑去哪里，就很怕我又可能跑去找他之类的。那时候就会开始比较小心，还会调查我的悠游卡。我高中其实有翘过课，但是我翘课是翘课去 K 书中心，忽然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有点无聊。唯一后悔就是那时候太傻了，读书的时候就会一直想到男朋友，而且那时候就是把爱情想得太美好了，就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我没有遇到过，然后那时候又比较笨，到现在想起来，我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难过。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才走出来。其实像我拍了这个电影，就是我的少女时代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我觉得还是怀念的，就是好想再重回那个时候，做一些当时没有做到的事情。我就是勇敢吧，我觉得当时的自己，也不是说一定要翘课或什么的啦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勇敢的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，或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在我的少女时代。所以真的就是如果让我选择，就是一个最想回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就真的是我的高中时期。是我说的